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elix Little Space 嘅店主啦，我係 Ariel。咁大家見到個環境就知我搬咗屋啦，咁大家唔需要擔心。同埋啱先病好啦，所以而家就會今個月個片就遲拍咗，然之後都會不定期咁樣更新而家個 channel 嘅，咁盡量希望一個月更新一次。係啦，交代完近況啦，之後就交代下自己而家處理緊嘅問題，都仲係一個好有壓力、好有唔安全感嘅問題啦。跟住就會。即係我知道好難一時三刻去改變嘅，但係都逐少逐少咁去改啦。然之後而家喺屋企同屋企人住，其實個問題好似細咗少少㗎啦。咁係咯，而家暫時見步行步咁樣咯。我諗呢個生活態度，每個人都係咁樣噶啦。而家拍片嘅內容最主要分為三大類啦。第一就係即係宣傳下自己 Felix Little Space 嘅服務內容啦，講下可能最近嘅近況啊，如何啊，服務上面嘅感受啊，做完療愈之後嘅感覺啊咁樣咯。然之後第二就係可能當呢度係一個平台啦，分享下可能我研究咗神秘學都10幾年啦，跟住就俾個平台自己可能講下自己嘅見解啊咁樣啊，大家鍾意嘅交流下咁樣咯。之後第三就係當一個日常生活 vlog 咁樣，記低自己廿幾歲嘅時候嘅人生日誌啦。即係雖然都唔再好後生啦，咁但係俾個機會自己，可能將來老咗嘅時候再重溫翻廿幾歲嘅時候嘅自己，原來係咁樣嘅。咁暫時呢個 channel 嘅主要內容就係咁多啦。都多謝大家聽我噏咗咁耐。咁有興趣嘅話可以 follow 我啦。療愈嘅話就可能今次唔做啦，等再好翻啲啦。即係始終唔知點解今次病咗，可能都有2個禮拜啦，差唔多。跟住係咯，再好翻啲，有啲咩主題想做嘅可以 PM 搵我去講，然之後我再錄片做俾大家。咁樣啦，之後暫時嚟講就係咁樣啦。多謝大家睇到呢度，留返有咩下次再講啦，拜拜。